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今日咱讲哦，真正是咱看到一个好消息，咱看到讲全台湾这个本土案例降到132例，这嘛是咱讲全国进入到第3级警戒以来哦上低的这个确诊数。另外，死亡这个案例今仔日嘛降到8例啦吼，小连续3天拢是200例以下，代表讲这个疫情已经有受到控制。尤其咱看到讲，双北市、新北市、台北市遮拢已经降落来。新北市伫遮是65例，台北市伫遮是26例啦吼。另外，咱来关心的这个所在是苗栗，苗栗即阵是这个今仔日的第3名。咱看到讲，即阵是18例，但是今仔日开始到明仔阁要扩大采检1400个人。指挥中心就讲哦，这个确诊率可能恐惊会到这个10%至15%吼。但是咱嘛看到讲，进前这个前进指挥所已经进驻伫咧苗栗这个所在，全面都已经来隔离啊吼。即阵嘛已经爱确保因扩大采检的这个疾病啊吼，这个大风险嘛已经过啊，嘛无入去吼。咱讲这个病毒嘛无入去这个社区啦吼。但是全国即阵拢袂当继续来放松，袂当放松。咱讲到啥？咱讲到有人咧问。这个全国3级警戒，敢会当这个解封哦？分区来去解封，敢真正有可能？咱会好好来讨论。另外一个这个好消息是，咱讲过去这波本土疫情以来，这个11000多名这个确诊，已经有6000多个人解除隔离啊吼。昨咱看嘛是破50%，即阵甲咱讲吼占差不多52.8%啦吼。另外咱看到讲，今仔日是这个全台湾大规模开始注疫苗的这个部分，咱们看到讲。高雄市安排这个126个这个注射站哦，学习到日本注意方式紧佮有效的这个部分，因推测到啥？因推测到这个读口版本注射啦吼，求稳求安全。但是咱看到讲，颠倒是台湾的这个首都台北市遮做了无介好，乱象真济，大家吼拢钱条条，尤其有的人吼，咱讲吼真正。要去注文啊吼，透过这个网络注文嘛无介好势，爱透过这个囝儿逝世帮伊注文。另外吼，佫有这个85岁以上的这个士大人，就要爬3层楼悬的这个楼梯啦吼。等下咱会好好来讨论。另外，咱嘛看到讲，指挥中心这边改变一寡这个策略，稳准着这个快速体检吼，伫咧居家来进行。若是讲阳性的，就要进入社区快筛；若讲吼，这个阳性，佫要进入社区快速的这个 PCR， 要提升规个。这个检验的这个能量啊，另外，咱嘛看到讲，居家这个快速体检的这个市值上紧1礼拜后就会来到台湾。但是，咱针对着这个疫苗这个部分，咱讲分配这个问题，过去咱讲到公平性，即阵是咱讲到这个国产疫苗这个部分。美国传出就讲停止佮授发着啥，这个紧急授权吼，这个其他的这个疫苗啦吼。咱的这个国产疫苗该何去何从吼？到底咱这个国产疫苗拄着吼停止，伫咧美国发以外啊，咱台湾安怎来去进行这个第3期？咱看到陈时中部长甲咱讲。台湾要行去国际吼，去其他的这个国家来进行这个第3期的这个试验。经疾管局的这个局长吼所议情，伊嘛讲吼，摕国产品吼当做是咱讲的正比的这个疫苗，然后可能面对着退场的这个问题。到底咱的这个疫苗也好，还是规个这个注意防射的这个部分，安怎来去过好较好？咱今日透过节目做回来对话。先来邀请所有的来宾，第一咱们邀请中研院生医所兼任研究员何美香。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们邀请成功病院加医科主治医师刘平迪。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三位，咱们邀请时代力量东团主任罗嘉伦。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所有来宾啊！吼，咱继续来关心着今仔日是132例这个本土案例。有影大家看咧，哇欢喜，但是这欢喜就是时的。咱讲上大的这个警戒也搁伫头前6月28啦吼。啊，过去咱看讲前副总统陈建仁伊讲啥，可能这个破咱讲吼100例以下。啊，另外咱讲注疫苗大规模开始注，上少爱6成甚至甲7成，咱才有规个解封的这个可能。指挥中心按照讲，先做来看。那我们今天的确定病例有本土的病例132例那境外移入的案例有3例，那死亡的个案有8例。
5月11号起到现在有的确诊的个案数是11722人那含境外这移入，那解除隔离的人数是6188人已经超过50%这个医疗样能的压力跟我们隔离的压力现在是稍微减轻各县市都已经开始在开打，所以我们决定把第2批的疫苗及早的发送。双北我们才加发10%，桃园、台中那基隆彰化、苗栗多加发5%。那离岛我们都加发在屏东我们加发1000，那台东加发1000，那金门2000，澎湖3000。咱看到讲，这个本土案例连续3天是200例以下啦第一天咱看到174例，另外昨185例。132例是今仔日，另外一个好消息，本地死亡人数已经过去拢是几日天是20外例，昨讲到15例，今仔讲到8例，代表讲咱的这个疫情真正受到控制啦过去这个何教授嘛伫咱节目头顶讲，这个死亡人数真正伊是咱讲到延前来去定见过去咱看到种高峰伫遮。死亡这个案例，咱看到即天上悬差不多6月初5遮，安尼一直开始降落来，代表讲高峰伊会安尼。差不多17天的这个时间会比较慢，但是咱讲真正这个死亡这个变动，还是讲动静变死亡这个部分，咱安怎搁有效来控制？尤其咱即阵已经到132例，加强的这个部分，会当搁安怎做？这就歹讲的啦，因为即马咱拢已经尽量咱的量来做这个，就是保持距离的防范，对不？其实人嘛是搁一直咧。被确诊嘛，是讲还佫一拢有嘛，但是咱较知影讲即马这无镜头的人，应该是比咧会较济一点嘛。拢掠出来无镜头的拢掠出来。袂使讲拢掠出来。OK。就是讲大部分啦。比有镜头的人，即马比咧会开始咧有维持咧，意思就是讲。重症的人，重症的人无遐济，即马重症人也无遐济，就对咱的医疗的即个资源的压力就袂遐大。所以这是一个拢是每一关拢是有小牵连的，有小牵连的。所以咱即马看伊就爱一直落来，但是伊会当落到偌济，我个人是袂讲敢若用数字来看。你若确诊的拢是无镜头的人，安尼嘛是 OK 啊。OK， 对吧？你就是你可能有一个一直拢有一寡数字，安尼嘛是无要紧。因为咱知影讲即个病毒即马若已经经过即个社区的感染了，伊是无啥会无去啦。无啥无去。咱即马就是透过咱的努力大家拢点在厝的，咱拢保持距离。我本来有会当传染别人的，就无迄个机会是，我的传染来就一直愈来愈低。即马会传染人的人，会传染来就愈来愈低。咱是希望讲差不多会较平静的，但是毋是无去啊。嘛是因为即病毒甲人每一个人拢足无共款的。咱咧算讲即个 R 值，迄是一个平均的算法。其实一定那照 R 值讲，你愈来愈少，即个病毒就会无去啊。按照数据就无去，但是伊无去啊。嘛是有一寡较别人较无共款的人会甲伊保留落来。所以头拄即个教授讲到即个 R 即个数值啊，内底咱过去讲即个 RT 啦就是讲真正即个一个人会当传偌济个人。过去咱讲上悬的时阵有即个1.7啊，甚至搁较济，但是咱讲小可降一个，降到接近1。过去咱嘛讨论过接近到即个0.7，但是表示讲伊一个人也传袂过，传到0.7人，但是即个病毒也伫咱的即个社区但是都爱阻挡咱的即个做法，也搁有甚物啦但是咱嘛有一个即个好消息，就是讲有的人就开始咧讨论讲是毋是即款的即个数字会当讨论到。解封啊！头拄咱讲到即个新北市60几例，台北市今日只26例尔，苗栗伫遮10几例啦有人就讲哇，即个其他县市拢无确诊啊，咱是毋是会当分区来做解封？过来请教刘医师啦，分区解封敢有会通啦？但是咱台湾就遮尔细，
咱若是讲有这个分区解封一个行，有的人就是开始台北的嘛，佮想要后边去拍照啊，你安怎看咧？其实我是感觉分区解封的几率无大啦，后尾就是一届大家做伙解封啦，吼。因为即马咱台湾本身就无大，吼，尤其是寡交流的部分来讲，南北其实足接咧交流的。是啊。包括不管你是佚佗，还是讲教育，还是讲本来一寡人才流动，本来就讲是南北咧交流。所以变做讲，你若讲一寡所在，一寡讲较南区，还是讲东区，讲我解封，变做讲第二期，还是甚至第一期的，哦。最后有可能后边遐就是个为台北遐拖落去，会拖落去。OK， 尤其像即届咱讲这肉粽节吼，其实咱也看袂出这个效应哦。有可能有2天到5天了，是毋是为南部开始个有涨起来？的数字这嘛是咱爱个观察的。当然咱看到讲北部一直慢慢啊减落来，这是好消息。毋过咱即马都要开始分区去做无共款的代志。哦，一开始迄阵，逐区拢百几个，当然你做歹去做疫调的。哦，即摆咱可能热区的部分，你都要去，嘛是要共款做快筛。哦，去甲人较侪尽量可能隐性的迄个传播链爱去找爱去找出来。是。哦，你若讲已经较少人的所在，遐个人你都要好好去做疫调。哦，知影讲伊有去什么所在，是毋是？佫有一寡所在咱无去注意到。是。哦，迄就变做讲，伊可能分配去做的代志也无啥共，就是讲这个热区，亲像讲湘北市，虽然即阵共伊也是这个热区啦吼，其他县市疫调这个部分爱精准，亲像讲过去咱会当一个去甲找出来，若是讲伊有去到倒位，伊的这个卡价会当甲伊分出来，其他人若经过这个卡价特别来去注意。对，都慢慢甲清零啦。OK， 你若讲像苗栗，因为有移工的代志嘛，吼，所以即摆移工的代志，其实你讲开始已经。慢慢人变少啊，问题是嘛是也无够咱看到讲像即个讲一2个、2、3个即个部分，所以咱都爱等看讲伊即马大规模的，搁做一届即个检测，看会当搁甲尽量人数搁互伊减落来。无正经有诶企业可能较做快筛尔，有可能一寡微型性的部分，结果嘛继续留咧，留咧继续搁拖落去啊。但是好，你甲知，因是先隔离啦吼，莫互即个病毒吼伫咧社区伫遐透漏啦吼。这是咱讲即个前情指挥所伫咧咱讲苗栗的即个做法。另外，咱先来讲到即个注意防下即个部分，全国 AZ 吼，日本当然即个120多栋吼，即个部分已经开始做。咱看到讲，有诶即个县市早就已经分配好势啦吼，有通知单送到即个市大堂的即个手里。但是有诶即个吼要求讲，哇，咱就是。上网络来去做注文，这个效果就有一寡这个检查啦吼。先来带大家看讲湘北市伫遮安怎来进行注预防射这部分，先做来看。15早起9点，台北市长郭文德去信义国中注疫苗站视察，武将来动线看了后，爬楼梯去楼顶看注疫苗的情形，就去遮个坐伙人的家属抢。袂少侪伙人提早来排队等要注疫苗，因为天气热佮漚热，民众讲话较歹声扫。也那郭文德是表示，注疫苗是采用注文的制度，时间是以点钟为单位，唔免提早去现场排队。排到9点，你就不需要8点来嘛，变成延长你排队的时间而已。所以为什么要设定这种预约就是这样，可以更精确的时间哦，减少你排队等候的时间。郭文德嘛提醒老大人，台北市民搭客停车使用敬老卡，一抓会当补贴50块，会当多来利用。因若新北市长侯友宜透早去3中体育场注疫苗站视察，申报即届参考日本福冈县武美町的方式来做，老大人自头至尾，干那坐伫椅仔顶就会当完成，嘛保证户口无伫新北市的坐伙人拢注有疫苗。不在籍的长者，其实大家放心，一定打得到。因为我们这一波在籍的打完，就会打不在籍的。那三重站特别也是采取以美丁方式的施打，让我们所有的长辈们坐着，然后经过医生的问诊，接着就由护理师来做接种。新北市以分区、分里、分时段的方式，伫新北市76个医疗院所、卫生所、甲中大型注疫苗站来注射，嘛安排巴士为区公所甲遮个老大人再去病院。新北市4大客停车队嘛提供要注疫苗的优先派车的服务。因若大小型长照机构西药剂的患者，新北会出动200个注疫苗的机动队。记者综合报道。咱看来讲，湘北市是重灾区配送的这个疫苗吼，经过这个讨论嘛，加配10%予这个湘北市啦吼。另外，咱来继续请教这个赖主任，看到湘北市安尼做一个比较就好啦吼。这个台北市遮，互市大人吼去
这个网络来注文，但是80几岁这个网络的使用率讲真正有悬的。咱看到讲，其实吼，这个乱象伫台北市看真济啦吼，尤其咱看到讲有甚至伫个国校内底。叫这个时大人80几岁，爬到3楼去这个注意放射啦。但是这对时大人来讲，我这个骹头肤就真正歹使用啊！你搁叫我安尼爬，什么状况会当搁提醒台北市来去做一寡这个改变？其实咱来讲好啊，今日我来进前嘛，看一寡，比如讲咱高雄、桃园嘛，拢有一寡问题发生，啊，我嘛有敲电话问阮台中东部的同仁讲，啊，咱台中有。拍疫苗的这个过程中有啥物？大家民众有啥物反应无？啊，大部分真正收起来吼，像咱台北市就是台北市、桃园拢有迄个大家反应，今日足热的。OK。吼啊，所以互时大人当啊发起啊，这个问题嘛。啊，高雄嘛有人伫网络反映讲，啊，高雄市其实伊这嘛共款甲新北市共款用同一个日本的方式来做。是。啊，毋过。变做伊伫个体育场内底，大家钱做伙，无迄个社交距离的保持啊。所以其实因为咱毋捌有即个，不管是咱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其实无即个大量的注射的经验。所以一定第一天可能拢有一寡是觉察。啊，这就是为什么时代利用进前伊拢会提醒咱指挥中心讲，你要有一个办一个规矩吼，互咱遮个地方政府去遵守啦。因为大家拢无经验嘛。啊，你毋过你真正为着讲要来大量来做的时阵吼，啊有一寡会发生啥物问题，其实咱大部分拢会提早想到啦。啊，你像拄啊像主持人讲咧爬3楼，这我是真正感觉较无合理一寡，因为咱时大真正就是大人骹就较无好啊，都爱伊安尼爬。啊，毋过这我看伊，咱即一两工安尼明仔载吼都住落来，咱明仔载看伊今日公布每一个县市到底住偌济人，来去看伊遮安尼后壁用到安怎去改进，因为你即波资料后壁都嘛是有75到85这个基站的，慢慢住落，你人会愈来愈济，一定要有一寡改变。为咱伫每一个迄个做无好的所在吼，来去改变。OK， 这咱看到讲吼，头拄啊，这个主任有讲到吼，可能一寡咱要学日本这个乌米丁式的这个做法啦吼，啊有真正伊的这个效率，也是讲这个动线会当摆甲真好势。但是时大人可能有当时啊吼，摆伫遮啊边啊，佫有一寡这个看护伫边啊，然后咱讲真简单，也是讲真这个。真容易，就有一寡这个群聚的这个现象，安怎避免呢？吼，咱先来看高雄市的案例。车辆排出长长的队伍，大批人车拢聚伫高雄巨蛋主场馆外口。现场是全市上大的疫苗注射站，规工落来要帮3600位87岁以上的时代来注射，但有可能现场无抓好安全的距离。市长陈其迈上起来骂卫生局长，还有新闻局长是咧创啥货？大型以及中型的一个设站的部分，总计有56站。那预计今天全日会执行将近8000人的长辈的接种。当然，赶紧佮把这个距离又扩大，现场分做6区，做过疫苗的区域就要重新消毒，佮安排另外一区来做。市府创下全国之先，采取着日本宇美丁式的注射方式，时段唔免叮当，真侪民众拢感觉真大心。啊，人在做，叫阮做，阮就来做啊。当然啦，这样我们也比较放心啊。高雄采取的方式1点钟大约会当做120个人，不过市府强调，重点是甲疫苗做好，唔是要求紧。这种方式确实会当保持着安全的距离。有真侪县市拍算要地，如果伫个全市6月15号到17号，会帮31000位87岁以上的时代来注射，第一天要做的人数大约是8000人到1万人。记者王刘婷、林昭宽高雄报道。所以咱看到讲，这个高雄市嘛，随来做调整吼，这个高雄市长陈其迈嘛伫现场讲，哇，你这个卫生局长，这个距离哪遐短啦吼，就是讲无解有搁较大的这个距离啦吼，啊有这个群聚的这个风险伫啦吼。过来请教这个教授啦吼，咱的注意方式是头一届吼，这个大规模，但是咱过去吼有学校的这个经验，学生囡仔的注意方式。
这回吼是新主这个四大人吼，有啥物通好建议互伊？这个高雄市因遮看到讲哇有四角擦，伫遮升甲这个距离又好大，啊，但是咱讲有美定式的这个做法，敢真正就无问题。应该是迄学一个就晓啊，对啊。上重要，这囡仔甲大人无共款的位吼，咱迄阵囡仔是所医护人员去到学校内底，啊囡仔踮咧遐，啊真简单的代志。即马你着踮咧社区内底，或者是大人拢来，所以你啊当然是爱考虑讲，即个是大人会使行袂安怎安怎。啊，但是咱嘛是爱放宽讲，即个咱遮是大人吼，咱家己着爱有一个信心讲吼。一定轮到我，伊就会当拍，我唔免去客，唔免甲人点啊钱来钱去，时间到啊，就是轮到我。所以咱就要较优雅的，较优雅的啦，较对，较优雅的来拍迄落，想讲，就是一定会拍得着，爱有即个信心。所以唔免点啊客来客去，迄个社区即个社交距离吼，社交距离吼嘛是真重要。唔当点样拍要去住预防社的时阵吼，佫无好。小心地着病呢。OK， 所以这是真重要。即马就爱就是讲吼，有爱有电话吼，即马有人啥物有问题就爱卡来，咱毋知知影有啥物问题。咱若无即款即个来回即个资料的即个。交通吼，咱嘛唔知影有啥物代志。是，所以咱们看到讲吼，高雄市即阵是先学日本吼，这个五美定式，因即阵嘛做一寡这个改良啦吼，啊嘛互其他这个县市来去学。啊，当然伫咧第一工吼，四角菜的这个部分真济，然后继续搁请教医师。咱嘛看到台北市哦有一寡这个诊所嘛会当去住，但是因一个诊所配高管吼，但是这个高管咱昨有讨论吼，这个林应元医师嘛有讲，啊本地这个台北市府讲吼，啊若是有人脑小无来。竟然吼讲哇，你一开始讲甲这个吼疫苗吼，搁搞转去，但是咱讲这疫苗会当放6点钟尔吼，尾啊，这个咱讲这个林医师有讲啦吼，我要抗命吼，再甲这个政策小可解决吼，这你安怎看咧？当然，咱以疫苗来讲，咱莫讲拍算去啦吼，就是讲你有可能剩一个两个人，啊，毋过都无人来住。你无可能怎因为安尼甲我搞断去，还是怎单调去啊？所以结果政策有改变嘛吼，就变做讲你若讲真正已经要住的时间到啊，毋过都无适合的，讲85岁以上的，伊原则上你75岁以上的，你就要先摕去住啦。哦，啊当然，这个情形之下，当然会当互这疫苗到伊上有发挥的作用嘛吼。毋过今日我透早嘛是去负这个大型的这个注射站啦吼。其实看到的现象就是。做这就是因为啊，伊虽然有约时间，但是伊要配合四大人的生活的部分，要食物件，伊透早食物件了，伊就无代志做啊。伊当时搁要食药啊，要创啥，伊就7早8早就甲你塞来。OK。啊，塞来了，伊怎就靠排队日头开始慢慢啊出来啊。伊要闪日头啊，闪日头之后就开始乱闪，闪阵伊有个塞轮椅，有的是当徛，有的无就徛伤久的，搁要摕椅仔来坐，然后变做讲你大家你无就去做好这个社交的距离啦。距离内底坐了，有的塞轮椅咧行的，本来你本来甲摆好椅仔的所在，伊就爱刷开，刷开刷了后壁会当行路，会当入来坐，伊嘛毋知影这椅仔原底本来爱坐带，伊就凊彩坐啊。啊，其实来拢85岁以上的，真正会有他讲话开讲的无偌济，拢是家属伫遐咧开讲。啊，变做一个大型的群众嘿，有可能会变一个防疫的破口吼。所以对阮伫第一线咧看，其实这是一个做风险的所在啊。比如说讲，当然咱希望讲会像日本的方式安尼做。问题是即马做侪承包的大病院吼，有家己的电脑系统。像阮病院来讲，阮家己有电脑系统啊。你爱读伊的健保卡，你爱甲你的资料爱拍入家己的电脑系统内底。所以你无可能像日本，可能因日本无健保卡这件代志，伊会当用纸本的哦，用问的一个问过去好啊，你无啥物代志，伊就过去一个过去啊。是。啊，阮即马毋是，阮即马大家。病院大家无共款的电脑系统，大家拢要伫家己的病院留下资料，然后变做讲你嘛是一个来，啊一关一关来阵，你就无可能讲一个医生椅仔塞咧，哦开始一个问，然后问过了就开始做，啊就变做讲为着要甲这个资料写入电脑系统，你就无法度像日本做到遮彻底啊。OK， 哦，所以我是感觉讲。当然，因为可能大家国家大家面对的方式无共款，因为咱有一个健保卡这件代志，哦，所以当就有当时啊要写入健保卡这件代志，就会撇，就说互这件代志，我就讲做甲像真正甲日本遮好，啊，毋过我是感觉这是大家县市政府，还是讲大家大病院会当去思考的，哦，是毋是会当用其他的方式，还是讲即马有一寡无一定爱。伫
电脑进前的移动式的这个电子产品，或者速度会当更较紧一点嘛。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第一天真正有真侪种状况，但是安怎第二天吼就恢复正常。尤其咱等下看到讲，这个疫苗这个部分已经开始要配第二批啦吼，伫咧这个 AZ 的这个日本送来这个部分，啊嘛一个这个好消息吼，日本这个外交部长吼，这个因的外相嘛，正是讲可能会透过这个 COVAX 的这个系统继续送咱疫苗吼，但是咱嘛望讲。这个咱去甲国际买 AZ 也好 ，Moderna 也好，也是讲吼 COVAX 平台这个继续会当陆陆续续进入到咱台湾。但是咱讲疫苗终其尾是要欠的啦吼。咱看到讲国产的这个疫苗，当时会当吼透过授权 EUA 这个方式来去进行啦吼。啊，即阵嘛传出着讲，这个咱头拄有讲到美国吼，可能伊即个疫苗有够，所以伊美国国内无要搁授权任何的这个 EUA 紧急授权，互其他的这个预防社。但是即阵咱嘛爱家己行出家己的这个品牌吼，这个第三期去国外去做也好啦吼，也是讲真正有真侪种步数，咱会当去进行。过去咱咧讨论的 WHO 讲的这个 immunobridging 吼，免疫交接这个部分啦吼，咱会当安怎来去进行？即阵嘛传出着，可能有一寡这个好消息，国产的疫苗吼，可能会当吼开始去外销啦吼，是毋是真正安尼程度来看？高端疫苗车站解盲，已经交卫福部申请紧急授权 EUA， 要拼7月份供应予国内注疫苗。连这个月底嘛解盲，即马国产疫苗是向海外市场伫布局。传出菲律宾卫生单位已经发函予台湾，要认证台湾 EUA， 予国产疫苗会当伫咧当地免做第3期临床试验，就会当直接做。国产疫苗的部分，他们2家公司都有个别去找寻在国外合作试验的这个国家了哈。那其他的国家是不是有申请比照台湾的 EUA 的方式？这个我们会请食药署再做一个了解一下。食药署表示，目前还未收到公文，后手会阁问看卖。传出东南亚至少有5个国家，最近已经甲台湾的国产疫苗公司来直接，因若是安怎会选择台湾生产的疫苗，或者是认证台湾的 EUA？ 根据了解，主要是因为抢无国际大厂的疫苗，加上冷链运输技术有困难。高端公司证实，东南亚国家确实表达有这个意愿。5月份的时阵，已经甲台湾的友邦巴拉圭阿松心大学医学院签署 MOU， 会伫咧当地以免疫直接来展开第3期的临床试验，为外销去国际做准备。我们对于高端公司跟巴拉圭亚松森大学的医卫合作，外交部乐观其成。我们会居间协调，并且继续提供必要的协助。目前高端已经把相关的资料送去当地卫生单位，按算年底进前会完成试验。因若高端的估计，15是连续第4期启停，透早估计就启停伫303块，盘中雄雄未启停得真济，到248块。记者综合报道。咱看到讲吼，国产的这个疫苗可能有这个东南亚的这个几啊个国家想要来买啦吼，但是咱看到家己的这个 EUA， 咱的这个食药署加这个紧急授权，可能伫6月底才会当来完成啦吼。伫咧这进程，咱拢爱好好等待这个结果啦吼。但是有一寡这个专家都建议吼，伊讲到这个欧美啦吼，咱咧伊咧这个政治管局的这个局长苏奕仁，伊是讲到咱买疫苗的这个布局的这个时机吼，已经定档吼，错失过啊。另外过去这个有人来找吼，就是这个 AZ 啦吼，疫苗有来找台湾，讲伊当阵要3亿剂、3亿档的吼，这个代工，但是迄时阵咱讲咱的这个能量，敢若1亿档的这个部分啊，所以咱已经甲伊拒绝。另外，这个第3个理由是讲，国产疫苗属于是这个正品疫苗吼，无法度比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这个也是讲 FDA 美国的 FDA 来去认证，嘛无法度得到国际认同啦吼。另外，咱看到讲国际疫苗吼，疫情的这个需求之下，国际授权疫苗吼。伫取得真正无够充足吼，这个国产疫苗经过第2期紧急授权会当来使用，尤其伫咧通过免疫交接进程吼 ，immunobridging 吼，咱先来请教这个主任啦吼，有人针对着吼这个疫苗这个部分，国产疫苗也是有真大这个疑虑啦吼，真侪在野党嘛是有这个疑虑，恁的疑虑是啥物？阮的疑虑主要是吼，咱这个 EUA 这个新早的标准吼，伊到今仔拢无公对外正式的公告啦。伫阮党团的立委，伫咱即阵咱苏贞昌院长了，
伊议长有答应讲会公开，啊，毋过到尾也公开出来，只是一个摘要尔。你是讲这2张纸对无？嘿，再加2张纸尔。啊，我嘛会记你这个恁的党团吼，42中党团是讲，这个部分可能会伫3个月进前都要开始公布啦吼，这个是毋是恁的这个立场？因为伊去年伊有一个新闻讲，去年年底的时阵就已经讲，咱这个薪资标准已经做好啊。啊，你也做好啊，为什么一直无提出来互大家看？ OK， 啊，伊到讲今年5月的时阵，咱拄啊本土的疫情崩溃的时阵，啊，才讲啊，咱需要国产的疫苗啊，这个物件爱紧互过。是。啊，阮毋是反对咱国产的疫苗，阮嘛支持国产的疫苗。只是你要安怎伊的安全性啥？你咱指挥中心咱卫福部食药署伊爱甲咱全国的人来解说的清楚嘛。OK。 啊，问题伊这标准无公开，这是一件。啊，第二件是，你像咱今仔今日知影，咱立法院咧审查咱迄个纾困防疫的预算。咱执政党的立委嘛有提出，咱是毋是爱得提出提案啦？讲是毋是爱重新来去考虑原本这大纲的代志？是。哦，你是毋是爱去考虑 ？OK。 为什么因会提出这？伊表示因对咱国产的部分，因执政党内底可能嘛是要有一寡声音。啊，你加咱加做，咱即仔看咱即仔的标准，伊加做2个阶段，2个试验的阶段。啊，咱伫国外人咧讨论的是，你第3期做啊一个初步的报告了。伊比如讲 FDA， 还是美国的欧盟的 EMA， 互伊一个。 政治的授权，互伊会用落去生产落去拍。啊，咱加做第2期。啊，包括今日咱指挥中心记者会有讲，咱英国啊、韩国因嘛有即个免疫调节即个 EUA 标准出来。哦，啊，阮就有去查，韩国是5月31日时阵公告出来。啊，实际上内容是安怎？阮是还无去深究啦。哦，啊，英国伊是有互一个药厂，伊的疫苗吼，落去做第3期的桥接的试验。是。所以你会看，人国外，你像英国，伊是用第3期的落去做即个免疫桥接的试验。啊，问题咱台湾真仔是用，伊用第3期来去试验，甲 A 类落去比啊。OK。比较。 比较伊个中和抗体吼，咱真正是要用第2期落去甲 A 类比较。OK， 咱即摆来请教专家好啊啦吼。这就是咱顶回嘛有讨论过吼，这个咱的这个中和抗体的这个效性，咱过去有讨论过，这个高端直接标肯了袂歹，但是这个数字袂当伫共一个吼，这个无共的，这个标准化无共的标准化状况之下去比啦吼。但是咱过去嘛有讨论过，是毋是会当吼用到这个 AZ 的这个比较吼，咱有一张图吼，就是这啦吼。咱讲 AZ 即阵吼有这个疫苗有做过了后去找伊这个抗体，甲这个国产疫苗吼，即阵咱的高端好，也是买手的这个联雅好，去比较伊的这个中和抗体这个数值啦吼。啊，头段这个嘉伦主任吼，大概有这个2、3个这个重点吼。第一个就是讲，咱是毋是会继续吼去申请到这个国际疫苗这个大纲啦吼。过去咱看到讲，咱拒绝到 AZ 啊，即阵是毋是这个 mRNA 吼 Moderna 吼会当去继续来进行？啊，第2个部分就是咱看到即阵。第3期无要进行吗？有哦，咱头都有看到，要甲这个巴拉圭这个吼其他国家的这个大学，甚至咱过去嘛有讨论过，印度也好，荷兰也好，是咱这个2间国产疫苗会当去做第3期的，但是上大的问题就是讲，人咧做这个第3期的这个 immunobridging， 但是咱是第2期的 immunobridging， 敢真正是安尼，教授？啊，这我爱澄清一下哦，这我是我咪看到讲，第3期啊，伊个叫 immunobridging， 它叫 correlate of protection。啊，我就去注意甲看，这真 tricky 哦，这有一点仔麻烦的呢，伊就是我仔细甲看吼。伊是做的甲咱同款，唯一无同款，伊嘛毋是咧单看有保护，毋是单迄，伊嘛是摕血清吼啊来比较，嘛是摕到实验室。唯一无同款的是，咱是分开做啦，咱家己做啊，摕伊的血清，啊，人伊是斗阵踮咧社区内底安尼来做，啊，但是伊嘛是无单讲看
无去看，因为嘛是做千几人，几落千人尔，对，嘛是无到万人安尼，就是人嘛是无啥有够啦吼。啊，所以伊嘛毋是咧等讲看有人发病无，人无发病啊来看因两边有共款无共款，伊嘛是摕血清啊来比，甲这是共款的艺术啦。OK， 好，所以这安尼会当比袂吼，这是一个真严肃、真严肃的问题，真严肃的科学问题啦。OK， 就是讲，是会当比也袂当比。头一个咱知影讲吼，咱有一种monoclonal antibody， 有一种迄个抗体吼，就是咱甲做出来了，甲伊用做来治疗用的。即款 monoclonal antibody 吼，即款抗体就是咱注意放下吼了后吼，大家会发生咱有产生抗体的时候，咱是有真侪种的monoclonal antibody。啊，因迄吹出来是讲吹一种，还是吹两种？啊，因为你会当做这尔，啊来做治疗用，就是人破病的时候我互伊。啊，踮咧美国发现讲用即款来做的时候，会当预防吼，你早互的时候会当预防会当预防感染，预防镜头，啊个预防重症。吼，这种真重要。这个表示啥？表示讲，干那这个抗体吼，这个抗体会当就有够啊，就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吼，充分的这个元素吼，会当互你会当互咱去使用啊啦。对，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讲，啊，即摆这个抗体就是综合抗体啊，这个关加吼，国家。保护性阁有相关，你较悬的保护性较悬，较低保护性较低。所以一个是充分的理由，一个是有量的问题。这个讲起来了，就意思就是讲，这个综合抗体就会当相当于保护性。OK， 这是科学的一个论点啦。就是咱讲的这个吼，这个资料有产生，还是讲咱去这个 lab 实验室内底看到有一寡这个中和抗体。啊，有人讲咱还未进入第三期，哪有这个保护力的这个问题？但是这阵就是甲你讲 immunobridging， 咱就是来推论来去推论讲有保护性。所以这是真重要的，是讲咱推论当然是毋是100%对，咱嘛有，但是应该是袂讲差伤济，是讲是甲伊正经共款的，如果共款可能会较差一点嘛，咱这拢毋知影。所以即马这个时间，咱会当互EUA啊先来用。啊，即马，但是用的时阵，咱嘛是会当搁直来看，来收资料，讲啊是正经是共款啊，无共款。OK， 咱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即阵案例吼，这个确诊的部分嘛咧降低啊。啊，咱讲吼，即阵伫咧咱的这个中和抗体加数值嘛开始有这个保护力，这个推论啊吼。所以咱若等到 EUA 实施即一天，咱真正会当看到讲国产疫苗就随开始做嘛。应该是安尼，应该是随开始做是安尼，嘛是讲，因为 EUA 是，咱就爱想讲 EUA 到底是啥物物件？EUA 就是讲一个国家有一个真紧急的状态伫遐吼，啊有需要啥物物件来甲帮忙？啊，这个物件就是这个疫苗，这个疫苗嘛是爱安全吼，啊是讲大概应该是有效，应该是有效，上无就是无效，应该是有效。啊，可能咱即马搁做一寡实验来讲，应该甲 AZ 差不多。好，在这个情况下，咱就来用。啊，但是咱嘛爱搁来收资料，讲看是会使啊，袂使。啊，要来用的这个过程嘛是讲。有人无爱用，你就莫用啊，对无？这袂当讲强迫讲你一定爱用啊。即摆是咧，互无要用的人有一个选择安尼讲，啊，我有当用这，因为互我周遭的人我问过吼，差不多我会当甲分做两种人吼，一种人伊就是讲，我就是要拍，伊毋是讲爱讲，毋是安尼，我就是要拍迄个。蛋白质次单位疫苗，就是咱讲的这个国产疫苗高端链吼，咱咧做的这个方式。即马敢若会当甲伊比的，就是迄个有一个叫做 Novavax， 但是因为甲第三季这个 Novavax 甲咱国产疫苗，可能大家就选伊，因为伊的资料较济嘛。但是即马无迄个时阵，敢若咱国产疫苗，要甲这个Moderna 跟辉瑞啊，或者 AZ 来比的时阵，大家讲我就无爱迄款，我就无爱迄款技术，我爱即款技术，即马嘛是有，这是头壳安尼咧想的吼，所以这是真有趣味的代志，因为咱对咱个人吼，对每种的技术吼，即个做疫苗的
技术吼，嘛是有一点仔了解，啊有一点仔家己要爱选讲我爱这我爱这啦吼。啊，即摆讲代工即款代工即款代志吼，这会当搁去讲啦。但是咱爱知影哦，代工即个代志吼，毋是咱的国家来决定。咱国家会当决定啊，咱政府看你要投资啊，政府你去开你去建，对无？你去做一个工厂啊。起有厂安尼吼。对啊，你去起啊。是。但是即摆就是讲厂商吼，看有人要做无。OK。啊，若无人要做，人嘛无兴趣，咱嘛袂当甲伊勉强啊。是，但是这个问题就是来自吼过去 AZ 来找你的时阵，你讲我这能量无够吼，但是伊当阵真正是能量对袂起来啦吼，感谢呢。我是以我的了解啦吼，我感觉咱应该无遐大的量，无遐大的迄个厂啦，但是这我无毋是100%的 OK 有把握。就是讲，伊即阵讲技术有起来 ，MR 迄当阵是讲咱的 mRNA 技术也无法尔啊。毋是，迄阵是 AZ。对。AZ 跟然后佫无共款。哦，是。迄阵是 AZ 要来。OK。AZ 咱的厂吼，这工厂吼，敢若有当做3亿的，这我就无啥知影。了解。我是感觉敢若无。是。啊，迄阵嘛可能厂商我有一。上至少我有问一个厂商，伊讲我才无爱咧，伊就讲我才无爱。了解。所以无，这是嘛是因这个厂商的选择啦。选择对。是啦吼，所以咱讲即阵啊，有人咧骂讲啊，这个过去政府你的疫苗无法度来，这是全球的这个现实啦吼。啊，但是有人讲就是要来找你代工，你搁甲我画袂。啊，即阵这但是中过去嘛讲吼，可能 Moderna 有机会啦吼，这代工的部分，还是讲咱国产疫苗的部分，安怎甲伊做一个？咱讲紧急授权了后，都当使用，还是讲做一个正比的这个吼避震的来去使用？继续请教刘医师啦。其实吼，代工是安尼想啦吼，其实伊代工伊嘛甲你讲，你会当做，我嘛无一定代表我会先供应互你啊。就是嘛，以厂商有遗嘱啦。是。你帮我代工是代工，迄是生理人的做法嘛。就是讲你帮我代工俩，问题是我无一定要供应互你讲。啊！你帮我代工3亿支、3亿吨，我就一定互伊5000万，还是200万。伊无一定爱安尼做啊。是。你代工是代工，我会互你代工费嘛。吼，所以这是另外的方向，完全会当无共款的。OK。啊，当然你讲代工的能量是毋是有够，还是讲这厂的功能是迄落是毋是有够遐？吼，还是讲能力有够遐？迄当然其实伊也技术的转移，其实拢有可能会当完成啦吼。啊，当然是咱也讲，咱都无遐大的厂，无遐大的空间，啊遐大的人力，会当伫短时间，甲你冲到3亿吨，啊，所以我当然就放弃，无落去做代工。哦，啊，第二个思考当然伊代工搞不好有其他的甲你限制啊。伊嘛惊伊讲你伫过程中你甲伊技术学去，所以伊可能甲你限制，讲你后边就袂当发展这方面的疫苗，伊啥物伊有可能就甲你限制。是。哦，因为迄算技术专利的问题嘛。哦。啊，过来就是讲，当拄则咧讲着讲这讲美国这个紧急授权的问题，即摆人咧查讲，啊，你即摆做出来，你可能国产的，你也无就摕到美国紧急授权。问题是大家想看卖啊，讲你摕到美国紧急授权，就代表讲你即支预防车就会当全世界拢走透透嘛，无一定啊。啊，你无摕到美国的授权，咁你就无就摕到你这个疫苗，就无就其他国家去认同嘛。这嘛无一定啊。哦，有诶美国认同的 WHO 嘛无一定认同啊，对无 ？WHO 认同的嘛无一定美国认同啊。你讲中国迄2支预防车来讲，美国嘛无认同啊。哦，所以你看你设想的点伫代。当然，咱即摆来讲，命较重要，还是要出国较重要。OK。哦，咱先救命嘛，对吧？吼，所以啊，先选择讲，咱是要咱做这个预防车的目的是啥物？哦，毋是讲我要做这个预防车，我后边是要得到人的认同，得到别人讲啊，咱是共款的啊，你嘛共款有抵抗力。咱当然要看实际的效果啊。OK。吼，所以即摆来讲，伊讲，你即摆也无台湾经过这3期，有可能你放伫正比的疫苗。正比疫苗的前提就是讲，你无法度摕到其他疫苗嘛，所以你只好会当用这嘛。啊，你要自证前，你就爱互民众知影讲，即摆自的这个预防车啊，未通过3期哦。你也要自，你就要家己同意，因为阮这是正比的预防车嘛，对吧？啊，共款啊，咱即摆都买无，现主是就是无嘛。吼，现主是无，所以咱的定位个这放伫正比的疫苗，其实嘛无要紧啊。到我即摆真正家己用紧急授权互伊起来。差你命的问题啦，共款要做的人，伊嘛是做嘛，对吧？啊，你无爱做的人，我互你紧急授权起来，甲我用正比疫苗起来，
我共款嘛是会做啊。所以变做讲，即摆的情形之下，就变做其实也要相信讲台湾家己这边的技术的人，伊就会相信我国产的预防车，伊就会去选择，伊就要做。是。这个预防车到底好处伫在？当然，拄则咱何老师讲啊，足清楚的，就是讲。伊就是效果，咱去比对，敢讲，这应该是有伊的效果伫咧。当然，咱到时咱看实验室，伊甲 AZ 去比起来，真正实际状况是安那。不过 Novavax 上无甲咱讲啦，吼。当然，咱讲啊，咱袂当讲咱即马甲 Novavax 就是完全共款，吼。技术嘛是有一单无共款嘛，吼。佐剂这内底蓝的这嘛是小可无共款。是。这诱发这个咱的免疫系统的方式嘛，无啥共款。无要紧啊，问题是上无 Novavax 即摆伊甲你讲啊，用这方面去做的疫苗，无你想的遮歹。OK。伊昨已经甲美国的这个第3期的研究的报告已经解盲啊。看起来不管对完整的原始的这个病毒，甲你已经变种的病毒，看起来保护力拢有到90%以上。拢非常之好啊！所以咱看讲，可能 Novavax 咱虽然讲它都有这个佐剂的这个无共款吼，但是这个技术有小可无共，但是一致啦吼，咱讲可能会当期待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过去有人讲哇，这个川普迄当阵吼，咧选举年迄当阵都落100亿个这个美金去买吼，但是这个 CNN 迄当阵讲伊开钱吼卖这个去买讲还未出货这个疫苗吼，证实这个川普迄当阵的这个做法是对的啊。当然吼，回过头来看讲，咱是毋是还未解盲，就去买疫苗吼？咱讲是先采买，这安尼嘛会当得到一寡这个证实吼。另外，这个美国开12亿个这个吼美金吼这个 AZ 哈，但是 AZ 并无通过这个美国的这个 EUA 哈，但是 AZ 含这个Pfizer 吼，其实伫咧咱讲世界这个效果去做吼，拢是差不多啦吼，嘛是救真侪条人命，尤其这个美国吼，也是讲英国伫遮吼，有当时啊是一种选择啦吼。咱继续要来看讲吼，蔡英文总统吼呼吁大家紧去注射吼，但是吼有啥物爱继续注意，先做来讲。今天我有3件事情要跟大家报告。第一件事情是关于疫苗的施打，日本提供的 AZ 疫苗已经配送到各县市，陆续开始为高龄的长辈施打。许多县市都互相学习经验，也参考国外大规模施打的做法。我要谢谢地方政府的配合，尤其是民政、社政、卫政等系统分工合作，快速造册、通知、依序来施打。谢谢所有第一线的同仁的努力。今天是连假后的第1天，也是615警察节。我要对所有的警察同仁的付出说一声谢谢，各位警察同仁辛苦了。中央也会随时注意地方施打疫苗的状况，并且提供协助。另外，我听说有假讯息在鼓吹长辈不要去打疫苗，我在这里要特别跟大家叮咛，接种疫苗对长辈真的很重要。我也要拜托看到这段影片的年轻朋友，要提醒家中的长辈，这一针务必要去打。今天要跟大家报告的第2件事情是关于医疗资源的供应。这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很多的朋友出钱出力，提供医院从最基本的耗材到最高端的仪器，跟政府一起努力提升整体的医疗能量。我要代表政府表达最深的感谢。除了有民间的支持，政府也会持续全力调度资源跟提供设备，降低重症率和死亡率就是我们的目标。第3件事情是关于纾困的进度，政府的纾困方案已经陆续推出，请符合资格有需要的民众和业者可以赶快去申请。我们会持续的检讨纾困的内容，并做调整，和大家一起度过眼前的难关。哇，无想到讲，竟然有假消息叫这个时大人莫去注意防射，咱真正已经甲伊列做是高风险的，真正围标你来吼，这个真正都要去做啦。所以咱看到讲，这个假消息的这部分，真正少年朋友看到这吼，搁甲呼吁者。另外，咱搁来讨论到吼，即阵一寡这个政策上新的一个做法吼，咱讲居家快速体检这个部分。
这个小数已经核准着2款的吼，这个居家快速体检的这个试剂啦吼。咱讲有这个3个大厂，另外吼因无共款的这个方式有抗原的吼，嘛有这个核酸检测的这个部分，啊有的是这200块都会当来去做啦吼，啊一个有的是爱1500块啦吼，啊阳性一直率吼有这个8成有9成，当然吼，咱讲验出来愈准愈好啦吼，佫请教这个教授啦吼。咱即阵看到讲因有一寡吼改良的这个做法啦吼。快速体检，有的人讲，哇，这是指挥中心，哇，看到人讲安尼这需求真正有对有对啦吼，但是你可能无安尼认同。因为即马才有即个较有即个需要啊，因为咱即个社区的传染，差不多一个月前才开始。是。啊，即马大家就感觉讲，哦，有即个需要，因为咱即马可能要对3期甲第2期，降到第2期或是 some kind of plus 哈。OK。但是不管怎么样，咱会当更较轻松一点嘛，但是嘛，袂当够伤轻松，一直有讲咱有真侪无镜头的人，啊，佫是有咧社区内底对。是。所以即马咱一定会期待讲吼，一定也是有人会佫被发症啦吼，有病人会佫出来安尼。啊，即马你若咱做疫调的时阵，甲讲我去过倒位，啊，咱就想讲，敢若有接触到的时阵，咱就会当来做一个家己来踮咧厝来做一个检验，吼，安尼咱就知影讲，哦，我是有还是无，但是我爱差不多甲你大家提醒一下吼，对，因为你若无镜头的时阵吼，用这款快筛来检验吼，你差不多是4成到5成，病毒会体到 ，OK， 你差不多会漏掉蛮多的，因为本来就是较少，就是迄微阴性的体管。对，啊，你若有正头的时阵吼，头一个礼拜，吼头一礼拜是较悬一点嘛，啊，第2个礼拜较低一点嘛，差不多平均也是还佫有7成左右啦吼。所以，但是迄拢毋是100%。所以，我若讲这个时间上，我伫厝里要做家己做这个居家采检，有快速体检这个试剂。我若是有镜头啊啦吼，啥物时阵愈早愈好啦吼，来去做一寡这个试验。你若有镜头迄工紧去做，会较悬一点嘛。有镜头迄工去做。你若想讲，我可能有接触到，啊，今仔日开始有镜头啊，你就去做，会较悬一点嘛。OK， 所以即阵指挥中心甲咱讲吼，有一寡这个做法。居家采检是一个吼，头拄咱讲的这个快速体检，有这个抗原的嘛，当做这个核酸检测的这个部分吼，核准着3大这个品牌。哦，你若唔是阳性，哦，好你加在，但是你嘛是，你可能有一寡这个镜头自我健康监测，吼，你家己做好势啦吼。啊，真正若是有一寡吼镜头较严重，你可能都爱去这个病院是社区体检紧来去做啦吼。啊，这是甲你讲，若是阳性的，你就进入到这个社区体检遮，再落去看。啊，若这个体检佫是阳性的，你就要进入或者这个快速的这个 PCR 这个检验。今日记者会都有记者问着讲，啊，啥人过去就无这种这个快速 PCR 这个检验？啊，这个指挥中心讲，哦，是咱这个嘛是共款吼，看到这阵有需求啊，紧甲这个物件塞出来。啊，咱嘛看到讲吼，这波疫情开始啊吼，咱自过去啊万外的这个吼 PCR 这个检测能量，这阵来到一天8万外例啊吼，所以咱讲这个提升嘛是算紧啊吼。另外，咱看到国外有一寡这个企业快速体检，有的人是这个每礼拜吼要去到这个咱讲公司进前，有一寡就开始做一寡这个快速体检吼，避免讲吼这个拜六礼拜，还是讲伫咧这个一礼拜内吼去做一寡这个检验，同款啊吼，你若是阳性的吼，就进入到这个体检站进行着 PCR。啊，当然是无阳性上好啦吼，咱家己做好自我健康监测。继续请教这个刘医师吼。若是居家采检，咱头拄讲的迄3大品牌啦吼，抗原好 PCR 啊，这核酸检测的这个部分，要有啥物爱注意无？当然，伫厝里家采检吼，较惊讲技术的问题啦吼。啊，所以卫福部检的这两种的产品吼，大部分来讲就是讲伊的技术无需要甲你甲迄支物啊吼，放啊箱内底入去吼。所以比如讲你伫外口，可能一般你会接触到即个抗原的话吼，一般就会当验出来啦吼。当然有的人伊放的深度，甲伊采检到的部位，嘛会影响到伊即个准度，甲伊后壁的结果啦吼。所以你会讲足奇怪，啥伊伫厝里家己采检了，伊也阳性，伊搁会去走去一间社区快筛，了用各阳性，较会当去验 PCR。啊，你啊企业的话，伊啥？
一届伊也阳性，伊就会当直接去验 PCR。技术无共。技术无共，因为企业快筛大部分拢甲病院合作啊。医护人员来做。医护人员去做，所以会当做啊较准确吼。啊，当然即摆做的企业其实已经比较讲咱病院内底吼一寡高风险的单位啊，包括是专职的病房啦，是讲急诊室，有可能5天7天，伊就要求讲你爱做一届即个快筛，哦，来做即个体检。所以伊变做讲，即摆因为即摆你个企业一个调一个工作人员调，可能即个单位就拢爱停工啊，所以伊可能损失的袂少啦吼，所以伊这一定爱付出的成本是一定爱有啦。哦，所以对咱来讲，当然，你啊企业会当甲较侪人做伙保护起来，你伫厝里需要体检的人，其实就渐渐嘛是咧变少啦。哦，当然要看讲你上班的所在，这企业大小的问题。啊，你厝里体检的部分，就是拄仔像咱何老师讲的，你第一个你也先看讲你有镜头无吼，第二个就是讲你是毋是经过一寡高风险的所在，啊有的话当然你去体检，哦安尼可能较袂讲一寡伪阳性、伪阴性的部分啦吼，啊甚至讲有的人伊可能想讲，我要较正确、较准的吼，我一定要用这个核酸的检测吼，啊毋过这开落就袂少啊，你一个月都要1500吼，哇你一个月都要开要5、6千块，得要够深哦，得要够深，是哦，啊当然伊准确性的部分我甲查一下，伊 CT 值只要37.5以内拢会当验会到啊，啊毋过当然。